來是台北市長蔣萬安最近針對着能源政策、甲這個監察院尊費等等各種的議題發表着意見，讓外界解讀是咧替2028年要選總統來暖身。不過蔣萬安回應講，現階段就是專心市政，爭取連任，完全無想到2028。請啟動。做啟動儀式，宣布台北市敬老愛心卡升級。台北市長蔣萬安提出中央敬老禮金，買過4大人的票源。不過最近為能源政策公告監察院的尊費，蔣萬安的發言接超過台北市政，讓外界解讀，敢是為着2028總統大選來做準備。我一再強調，我現在就是專心在施政上面爭取連任，完全沒有想2028的事情。不但強調專注市政，畢竟眼前還有對手沈碧陽，嘛提出家己的政策重點。我在提出這個親子同行卡的時候，我就不斷地強調，要怎麼樣讓跟商圈的商家或者獨立的書店做這個親子認證。蔣萬安搶4大人的票，那沈碧陽是上陣親子族群，兩個人空中小對決，唔那佇咧政策方面被比關係。沈碧陽嘛質疑蔣萬安是挑工部要找國民黨主席鄧麗文徛台輔選。他不是說要去北京交流嗎？他們應該有很多共同話題。如果台北要交流，也應該是跟北京。那我根本就不是說我想去北京。蔣萬安市長對於這個事實的查證，這個部分希望要能夠多注意。蔣萬安畫出拼連任，甲沈碧陽為市政一路戰到國政。2028該豆豆布局，2026台北市長之爭就要先拼輸贏。